你相信嗎？只係一句無心之語，亦都足以俾你嘅人生徹底改變。你是否曾經喺憤怒中脫口而出一句話，然後只能抱頭後悔，悔恨莫及？一句睇似無害嘅話語，卻可能讓你失去朋友，傷咗親人，甚至錯過人生中最珍貴嘅機會。言語雖不如刀鋒鋒利，卻能夠留低比刀傷更深嘅創痕。你正係收睇每日一發，喺呢度一句話種下，收穫一生安寧。請點擊訂閱，開啟小鈴鐺，每日唔錯過一則生命嘅智慧。古人曾經話：禍從口出，病從口入。呢句說話唔單止係一句告誡，更加係條關乎生死嘅生活準則。喺佛學中，口業係三業之一，身、口、意。你也許冇行動，但只要開口講咗一句說話，就已經種下咗因。儒家教導我哋慎其言，必其行。行動前先慎言，而老子則話：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呢啲話並非偶然，因為語言唔止建立關係，更加塑造命運。試想一下，如果每一句話都帶有一種能量，咁你正在向呢個世界播下嘅係乜嘢？係療愈定係傷害？你而家正喺觀看嘅係一部可能會改變你說話方式，甚至改變你人生方式嘅影片。我哋將一齊探討點解語言對個人命運有咁強大嘅影響。古人留低咗邊啲關於口業嘅警醒？我哋又該如何修煉口德呢種無聲嘅力量？因為有時候一句恰當嘅話語就係一座橋，通往一個更美好、更幸福、更有福報嘅人生。口業聽起嚟好似抽象，但實際上每日都喺我哋生活中上演。當你講出一句詛咒、抱怨、中傷或者自毒嘅話，你唔止係傷害人哋，更加係毒害自己。因為語言唔會喺講出之後消失，佢哋會形成一種波動嘅能量，擴散到每個人周圍嘅氣場，亦即係生命能量場。喺氣學之中，負面語言如同黑色嘅塵埃，附住喺個人嘅氣命上，喺能量停滯、人生受阻、情緒焦躁困頓。反之，當你講出善良、溫柔、真誠、鼓舞人心嘅話，你就喺度釋放出一股溫暖嘅氣流，讓心安、志明、運勢轉好。一個經常抱怨、埋怨、話悲觀話語嘅人，生活會越嚟越沉重，唔係因為運氣唔好，而係佢語言所產生嘅能量正喺度召喚嗰啲沉重之物。喺中國古代有一個關於口德嘅故事，有位大臣名叫晏嬰，屢次被羞辱，但係總係沉着冷靜，不變不爭。最終正係呢份言語上面嘅自制，幫助佢穩住國體人心，並喺朝廷中立足不敗。試想你一家企業嘅老闆，團隊中有個員工總係話消極話，懷疑同事，開會嘅時候唱反調，即使佢再有才華，你仲想將佢留喺身邊咩？口業唔係迷信，而係最精微嘅業力，用語言播種，用命運收割。自古以嚟，東方三大思想體系佛學、儒學與道學都將言語視為修身與立命嘅核心。喺佛學中，口業係三大業之一。佛陀教導，言語即行動，可以如手足之動一般招致業報。修行者須修正語，話真話，話善語，話有益之語，話適時之語。因為僅僅一句惡毒嘅語言，播下仇恨，不但為咗修行，亦都可能傷害無數眾生。喺儒學之中，孔子特別強調慎言，佢話慎其言，必其行。因為言語係人格嘅表現，係氣質嘅尺度。君子言語簡潔穩重，言出必行。話語反映嘅係內在是否有修養。喺道家，老子提出極深刻嘅見解：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喺佢睇嚟，語言應該如水般柔和、謙遜、不爭。越係沉默嘅人，越接近道。三種思想，三種觀點，卻都指向同一真理。語言唔止係溝通工具，更加係器皿嘅印記。會說話唔代表有智慧，而知道幾時唔講，先至係真正嘅智慧。觀察一位真正嘅領袖，佢不必多言，但每一句話都如箭射中靶心。呢個正係經過智慧與修心鍛煉嘅語言力量。佛法中有一條永恆嘅法則，嚟指引我哋說話前嘅準則：三靜口。呢三個問題看似簡單，佢足以改變我哋嘅說話方式同人際關係。呢句說話真實嗎？呢句話善能嗎？呢句說話必要嗎？請先停下片刻。每當你即將開口說話嘅時候，請問自己一句：呢句說話係真實嘅嗎？如果你冇辦法肯定，咁最好選擇沉默。接住再問：即使係真話，呢句說話能夠帶嚟善意同美好嗎？定係只係批評、評斷或者係傷人？最後，請自省：即使此話正確且善意，而家講出嚟有必要咩？真而不善係惡語，善而不必係多言，必要而不真係欺語。唯有當言語同時具備真、善、必要三者，佢先至係真正嘅智慧之語。三靜口並唔係要你永遠沉默，而係幫助你講得少一啲，但更深刻、更有意義、更具療愈能量。舉例嚟講，當朋友犯錯嘅時候，你唔需要立刻責罵，而係選擇喺適當嘅時機，以溫和嘅語氣指出，並懷住讓佢變好嘅心。呢個就係三靜口嘅實踐。我哋冇辦法控制他人嘅言語，但可以掌握自己嘅嘴巴。只要每個人都守住三靜口，呢個世界就能夠少去好多傷害。
唔係所有嘅話都該話，有啲看似無害嘅言語，實則蘊藏破壞性嘅能量，深深影響一個人嘅氣運與福報。以下係8種絕對應該避免嘅語言。如果你真心想守住口德，轉變命運，怨言對人、對生活、對命運嘅抱怨，每一個怨言都係你同負面能量連結一次，使氣運下滑。傲語、自滿、自誇、輕視他人嘅言語，傲氣會消耗你嘅功德。當時運轉變嘅時候，容易瞬間崩塌。妄語，哪怕係小方，亦都會破壞信任。講大話者常活喺不安之中，亦都逐漸失去人哋嘅信賴。挑撥離間，使人分裂嘅話語，哪怕只係背後講下，佢嘅分裂嘅能量亦會翻返你身上，造成孤立同人緣損害。毒誓惡言，情緒激動時嘅咒罵、毒誓會散發極惡能量，傷害身心靈。悲觀絕望之語係對自己嘅詛咒。經常對自己講負面話語嘅人，容易陷入憂鬱與迷茫。忘恩負義之語，否認恩情，忘記舊情，係最快切斷福報、阻礙未來善緣嘅方式。炫耀之語看似無害，其實會使氣得流失。炫耀會滋生傲氣，而傲氣往往導致失敗嘅開端。以上每一種言語都如同喺你個人嘅能量場上面劃下一道裂痕。講得越多，氣運越虛弱。若果唔即時止步，後果可能延續終身。所以收口，首先係避開錯語，其後先至係學會正語。每一句話，不論溫柔或者尖銳，都帶有一種能量震動。呢個唔係模糊嘅信仰，而係氣學與現代心理學所共同認可嘅事實。東方氣學認為，每個人都有一個氣場，即係環繞身體嘅能量場，而言語係形成同改變氣場嘅重要因素之一。善良、真誠、正面嘅語言會產生柔和而平穩嘅震動，使氣場穩定，心靈清明，胸懷開闊。經常話好話嘅人會散發出讓人舒適嘅能量，令人願意親近、合作與扶持。相反咁，惡毒、尖銳、謾罵嘅話語，即便係玩笑，亦都會釋放出刺耳、鋒利嘅能量波動。呢啲震動會切割氣場，引發內在混亂，對說話者同聽者皆產生壓力。呢一種感受，其實你好熟悉。你係咪曾經同一個人共處，對方一開口就怨天尤人，批評他人，不過幾分鐘你就感到疲憊、無力，甚至頭痛？講係因為佢嘅氣場喺度釋放低頻能量，而你正被直接影響。相反地，有啲人話唔多，但每一句都溫柔、鼓勵，充滿啟發力。聽完佢哋講嘢，你嘅心會變得明亮、輕盈、溫暖。咁正係正向氣場嘅震動。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喺好多文化之中，人們深信祝福與祈禱嘅力量。因為語言本身承載住能量，而能量可以轉化命運。冇人天生完美，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曾經喺言語上犯錯。但重要嘅唔係你過去講過乜嘢，而係而家嘅你係咪足夠覺知去改變。修持口德，並唔係要封住嘴巴，而係敞開內心去傾聽與理解，再開口說話，係學會用語言嚟療愈，而非傷害。喺修心嘅旅途中，口係最容易造謠嘅地方，因為佢快速、方便又難以控制。但正因如此，若能夠掌握好言語，亦就能夠掌握情緒、人際關係，甚至係自己嘅命運。一個有智慧嘅人，唔係總係講得啱嘅人，而係知道幾時該閉口嘅人，識得喺即將講出傷人嘅話嘅時候停低落嚟，識得喺沉默比語言更有價值嘅時候選擇靜默。覺察口業就好似照見內在嘅鏡子。當你開始觀察自己每日講嘅嘢，你會發現好多潛藏嘅模式、限制性嘅信念、習慣性嘅評斷、急躁與不來，而唯有覺察，先有可能轉化。溫柔從容嘅說話方式，並唔係軟弱嘅表現，而係一種內在力量嘅展現。真正有力量嘅人，唔需要話太多，唔需要咆哮，唔需要撐場面，佢哋講得啱啱好，亦都正中要點。從今日開始，當你準備說話嘅時候，停一拍，問問自己，呢句說話會造業嗎？會傷害邊個嗎？會俾自己變得更加好嗎？守住口德，就係守住命運，而命運總係從最細微嘅地方開始。好似你每日講出嘅嗰一句話，若果語言係一粒播種喺命運之田嘅種子，咁啊，每日應該栽培3種種子：柔和、真誠、慈悲。柔和，說話溫軟，唔尖銳，唔攻擊。柔和唔係軟弱，而係識得用柔語撫慰人心。一句話能夠讓仇人成為朋友，只因為說話嘅方式足夠溫潤。越成熟嘅人，越識得小聲話，反而讓人聽得更多。真誠，用心說話，不要圈，不修飾。真誠能夠建立信任，深化人與人之間嘅連結。真誠嘅話語或許唔華麗，但最能夠觸動人心，因為佢貼近真相，而真相本就蘊藏力量。慈悲，以愛與善意說話。慈悲唔係憐憫，而係真心希望對方平安幸福。當你講出慈悲嘅話語，就係將溫暖種入對方心中，而自己亦都喺愛中被溫暖。你可以從最細嘅事開始，喺同佢嚴厲指責別人嘅錯，不如用溫柔語氣提醒；同佢抱怨，不如分享你感恩嘅事；喺同佢喺憤怒中沉默，不如誠實咁話我有啲難過。每一粒種子看似微小，時間耐咗，
卻能夠長成一座語言嘅花園。而當你生活喺咁樣美好嘅語言花園裏邊，心靈、情感同人生亦都會一同轉化向善。語言如同呼吸般細微，卻有住改變一生嘅力量。一句話能夠扶起他人，帶嚟希望，連結愛意，亦都能夠俾一個人崩潰、疏離、迷失方向。因此，厚德唔只係抽象嘅概念，而係一種生活嘅道德，係我哋每一個用語連結世界嘅覺察。有時話不必說出口，適時嘅沉默，亦係語言嘅一種形式，一種無聲卻有力嘅訊息。嗰樣嘅沉默唔係逃避，而係選擇唔再傷人，唔再讓混亂擴散於呢組已經喧囂嘅世界。亦正係喺嗰份沉默當中，你先至能夠真正聽見自己內心嘅聲音。咁係平靜、清明與慈悲嘅所在。守住口業嘅修行，就係修心嘅過程。每一句你選擇講出嘅話，都係你選擇成為點樣嘅人嘅一次機會。你喺度選擇人格，選擇氣運，亦都喺度揀未來。而最神奇嘅係，你不必一日內改變一切，只要從一個小小嘅改變開始，一句溫和嘅話語，一句適時嘅發言，你就已經喺度重寫自己嘅命運。我哋活喺一個言語泛濫嘅時代，社交媒體、信息、影片、留言，讓語言變得輕易又快速。但正因為如此，厚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。請成為嗰喧囂之中一道光，做一個選擇講出滋養而非破壞之言嘅人。如果你覺得呢段影片對你有幫助，請訂閱頻道，開啟小鈴鐺，分享俾他人，並留言：我選擇守住厚德，因為你值得擁有一個平靜嘅人生。而佢從你今日選擇講出嘅每一句話開始，